各位聽眾朋友，各位園主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今日嘅節目。我係你哋嘅命理師傅。轉眼間，我哋即將迎來2027年丁未羊年。俗話講，太歲當頭坐，無喜恐有禍。好多屬羊嘅朋友一聽到自己要進城本命年，心裏可能就開始打鼓啦。特別係翻開今年嘅命盤，空星欄裏赫然寫住太歲、劍鋒、羊印、伏屍。今日呢集就嚟幫大家深度拆解2027年屬羊嘅整體運勢，話俾你知點樣喺呢一年避開暗招，發揮潛能，把本命年轉化為你人生翻盤嘅關鍵轉折點。我哋首先嚟睇睇今年需要提防嘅四大凶星：太歲、劍鋒、羊印、伏屍。第一，太歲當頭，情緒波動，宜靜不宜動。本命年值太歲，最直接嘅影響就係心緒不安。今年你可能會覺得壓力特別大，或者喺職場、人際關係中容易感到煩躁。俾你嘅建議係穩字當頭，今年不宜盲目進行大跨度嘅投資，或者頻繁換跑道，保持心態平穩係第一要務。第二，劍鋒與羊印，金屬血剛與脾氣火爆，劍鋒代表金屬利器與意外突發，羊印則係一粒性格剛烈、容易招惹是非紛爭嘅凶星。呢兩粒星聚埋一齊，意味住今年要特別注意交通安全、戶外運動傷害，同埋喺度使用刀具、機械時嘅危險。同時，呢個亦都代表你嘅脾氣可能變大，容易喺職場或者家庭中與人起爭執。請記住，退一步海闊天空，切勿因為一時衝動而留低後患。第三，伏屍，家宅健康與慢性疲勞伏屍，主要影響健康運勢。除咗自己要注意勞日結合，避免過度勞累之外，今年亦都要多花啲心思，關心家中長輩嘅身體狀況，有養即醫，切莫拖延。聽完凶星唔好慌，古人話吉人自有天相。今年屬羊嘅朋友手裏握住兩張極強嘅牌，咁就係歲駕與華蓋。第一，歲駕星尊貴出行，職場展現領導力。歲駕代表帝王出行嘅御駕，象指住權勢、地位與出行。呢個意味住喺2027年，你喺職場上有機會獲得主管嘅賞識，承接重要項目，展現統御與協調能力。如果你今年有頻繁出差、外派或者開拓海外市場機會，千祈唔好拒絕，因為越動越有財，越走越見貴。第二，華蓋星才華爆發，靈感與專注力嘅巔峰。華蓋係藝術、智慧與玄學之星。如果你從事嘅係設計、寫作、研發、藝術、企劃、諮詢，甚至係玄學命理等，需要靠大腦與技術食飯嘅行業，今年你嘅靈感將會大爆發。華蓋星會讓你擁有極強嘅專注力，能夠靜下心嚟鑽研專業。呢一年，你嘅專業技能將會係你突破重圍最強烈嘅武器。綜合嚟睇，2027年對於屬羊嘅朋友嚟講，就好似喺度風浪中開船，外在環境確實有波濤，但係命中吉星幫助化煞為權。感謝收聽本期節目。如果你喜歡我哋嘅節目，歡迎點讚、訂閱、分享俾身邊屬羊嘅親朋好友。我哋下期再見。